咁每次同殿堂級化妝品牌合作，其實都係帶住一個理念，光就係愛嚟塑造唔同個性化嘅環境。例如一支香水咁樣啦，點樣先至可以用到燈光去突顯佢嘅細節？點樣可以令到佢望落通透啲、顏色突出啲，又唔會傷害到香水本身？其實每一個細節咧都要諗過度過先至做到一體性。實際上咧，如果要做到一體性咧，一盞照射產品嘅天花射燈，如果同時間要俾客人照鏡試妝，係一啲都唔簡單嘅。望落去一模一樣嘅燈具，而做到唔同嘅用途咧，先至可以配合到個性化嘅設計。由最基本嘅功能性照明，進化到用光影科技打造有美感嘅藝術體驗。咁而家燈光技術一路進化，用家其實都可以直接調整燈光技術嘅特性。我會喺10月27號親身去到創新照明設計論壇，分享燈飾個案，帶住對質量嘅要求嚟香港國際秋季燈飾展發掘真正嘅寶藏。兩大秋季燈飾展咧就會喺10月27號至到31號舉行，到時見。